帅哥，你好啊，可以认识一下吗？装什么装？哎，美女，这儿还有帅哥。什么情况啊？啊，搞什么？你对美女不感兴趣吗？哼，你要喜欢，你带回家呀。啊，拜托，人家喜欢的不是我，是你，好吗？司徒，我顾西城可不是什么女孩都喜欢。什么意思？你该不会是对小嫂子真的动心了吧？我只是觉得她没那么讨厌吧。哟，这话说的，那是100%动心了。哎，你说她会不会喜欢上我啊？完了！一旦男人问到这个问题，已经彻底沦陷了。他怎么会不喜欢你呢？拜托，你这个傻瓜，是女人都会喜欢你的。只要你肯哄他们，他们一定会对你俯首帖耳、俯首称臣、唯命是从啊！真的？真的 ，Trust me， 我看好你。有道理。贺解析，你只不过是比我运气好罢了。只要让我接触到顾西城，最后胜利的一定是我。医生，我不是应该可以出院了吗？怎么还要等？贺小姐，如果你现在出院的话，你会造成脸部的2次过敏，我们也是对你负责，暂时不能出院。那我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放心吧，最晚不会超过1个月的时间。还要1个月？医生，能不能快一点？我们尽力吧。好了，好好休息啊，我走了。1个月，还要1个月。苏妍希，你别给我出什么岔才好。为他绅士的开门。美国心理学家戴安娜表示，女人绝对有能力自己开门。老夫人，时候不早了，您该休息了。是啊，是该早点休息了。您可得好好注意保养身体啊！现在少爷和少夫人的感情越来越好了，说不定啊，能很快就能抱上曾孙子了。是啊，这些都是景熙的功劳。这个孙媳妇儿啊，算是选对了。我得想想看，该给她点什么奖励才好呢。
顾先生，你要干什么？我不想干什么。你不想干什么是要干什么？我是想告诉你，生命在于运动，健康成就未来。顾先生，你有病吧？看你能装多久！哼！喂。哦，你放心吧，一切都没有什么异样。没有异样就好。钱我会打到账上。你记住了，关于顾西城的一切你都要向我汇报，尤其是他身边新出现的女人。好。哎，以前那些女的，她现在都不怎么联系了。不过公司最近要招一批新人，顾总特意要求要留一些年轻漂亮的。那你知道该怎么做了？哦，是，我肯定帮您留意着。等到时候人事把那些人的名单交给我，我马上给你传一份过去。那辛苦了，常总，这几个呢都是经过层层的筛选，都是高学历、高颜值，您看怎么样？南宫琉璃，这个名字很特殊嘛。这个很不错，形象又好，学历又高，应该符合顾总的要求。好，通知他们来面试。好，那我去办。方叔，哎，锦溪和奶奶呢？老夫人怕少夫人天天闷在家里无聊，带她逛街去了。逛街去了啊？你去把露露叫过来。啊，您稍等。奶奶，我们今天出去干什么呀？带你去买衣服去啊。买衣服？奶奶，我不缺衣服呀。嗨，你那些衣服啊，都登不了台面的。你现在啊，是我们顾家的少夫人了，出去那是代表着我们顾家的形象的。本来呢，应该带你到国外去定制这些衣服的，这不是时间太紧了吗？等以后再说吧。谢谢奶奶。哎呀，谢什么呀你？这是我们3个的秘密。少爷，这样不太合适吧？万一老夫人知道了，老夫人那儿你别怕，有什么事我担着。露露，考验你的时刻来了，你要是搞砸了，我扣你奖金。哦，忙去吧。是。
喂，让我去面试。好的，我一定准时。这次我一定会成功的，贺锦熙，我倒是要看看你运气还会不会这么好，你就等着吧。老夫人、少夫人回来了啊，王叔，锦溪啊，我先回房间歇歇啊。露露啊，把少夫人东西啊送到房间里去啊。哦。今天啊，逛了好几个商场。哎呀，我累坏了。哎呀，赶紧歇。露露，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忙啊？你去忙吧，这些东西我自己拿就好了啊。哎呀，露露，少爷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能让少夫人拿这么多东西啊？没事儿，这些东西就是看着多，其实不重。我把它送上去，马上下来再拿一趟就可以了。那怎么能行啊？你作为下人要有眼力劲儿，我不是告诉过你要尊重少夫人吗？哎，顾师长，你不要再说了，这些东西真的不重。你别替他说话，我不严厉的批评他，他以后不会改正的。哎，算了算了，露露她已经知道自己错了，你不要再说她了。不行，必须惩罚，不惩罚他以后记不住。露露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月的奖金被扣除了。少爷，不是你说的吗？你谁我也要说，无论少夫人做什么事情，都让我们当没有看见。我什么时候说过？明明是你不尊重少夫人，你还想栽赃给我？明明就是你说的。刚刚方叔在的时候，他也听见了。行了，你别说了。你要是再说的话，我就真扣你奖金了啊！顾西城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我能有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少夫人，都是少爷让我这么做的。哎，对不起，我给你拿上去。没事，真不重。露露，露露。要是他们不扑的，不扑？谁呀？这么有个性，搞得你小子春心荡漾的。不会是小嫂子吧？让你动了真情啊！别胡说，我只是想娶都娶了，两个人关系总得近一点吧，要不然我奶奶那儿也说不过去。你们两口子真够奇葩的。不过说实话，能对你这块肥肉坐怀不乱，他绝对不是凡人。行了，说点实在的，你有那么多妞，经验又那么丰富，你是怎么让他们动心的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根本不需要对他们去动心思，他们不对我动心思就 OK 了。哼，说了半天等于没说。看来我是指望不上你了。我倒是有个办法，不知道你想不想试一试啊？什么办法？你猜？快说吧。
自驾游，嘣嘣嘣嘣嘣，什么意思？古人有句老话，要想了解一个女人到底适不适合你，要带她出去旅游一趟。这不简单吗？马代还是巴厘岛？我现在就可以让方叔下单。不是你说的这种啊！哎，你坐着你的私人飞机，然后按照你的航线到一个地方一待，连脑子都不用动。自驾游，自驾游，自驾才能增进感情。你想一想，这一路上就你们两个人，没有其他人了。你们俩但凡发生任何事情，只有你们两个能解决。这个时候再出点小小的意外，她一个女人家能够依靠谁？只能依靠你呀！此时此刻，你表现一下自己的男子气概，一举把她拿下。她要是对你不动心，哼哼，我都对你动心了。行了，有道理。荒郊野外，就两个人。荒郊野外，就你们两个人。荒郊野外啊，重要的事情说3遍呢，你懂的。套路都是套路啊！要抢感情深，套路得逼真。少爷，不是你说的吗？无论少夫人做什么，你虚我也要说。无论少夫人做什么事情，都让我们当没有看见。我什么时候说过？明明是你不尊重少夫人，你还想栽赃给我？不是刚刚方叔也在，你就是这么跟我。闭嘴！你要再说的话，我就真扣你奖金了啊！顾西城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能有什么意思啊？啊？苏妍希啊，苏妍希，你一天到晚都在想些什么呢？他可是贺锦熙的老公，记住了没有？来了。不会啊。琉璃，我有话跟你说。琉璃，你不是不喝酒吗？怎么喝这么多？我去你倒杯水。琉璃，琉璃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我求求你。我们已经结束了，不可能了。你喝多了，我就当你说的是醉话。今天你先睡这儿吧，明天睡醒了你就走。琉璃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就是放不下你？奶奶吃饭啦！哎，今天给我们做的什么粥啊？今天做的是五谷养生粥。五谷养生粥。少奶奶呀，为了做这个粥可不简单呐，光这材料就有10几种。哦，这么多材料啊！看着不错啊。这《黄帝内经》里面说，五谷为养，五果为助，五畜为益，五菜为充，气味和而服之，以补益精气。真不愧是书香世家呀，一碗粥说的都这么头头是道的，那我得要好好尝尝。这个粥味道不错。好吃好吃。你以后可以多煮一点给奶奶喝。我会做的可多了。奶奶，以后你喜欢吃什么就跟我说，我全都做给你吃。好。哦，对了，奶奶，今天我想带锦溪出去走一走。好啊。不用了吧？那个，我觉得在家待着可好了，我还能照顾您呢。哎呀，不用不用，家里有方叔，还有那么多人照顾我，用不着你。
自从你啊嫁进这个家门啊，你哪儿都没去过，正好西城啊带你出去好好玩玩。订好了没有？去哪儿啊？机票都买好了。哎，奶奶，这些事儿您就别管了，我们准备去山里自驾游，吃完饭我们就出发。哦，好好好，这就是你们年轻人说的那种说走就走的旅游吧？哎，对，一言不合我们就走。可要注意安全呐，路上一定要小心，听到了？哎，放心吧，我们都是大人了，是吧？哎，吃个烧饼。琉璃，对不起，昨天我休息好了吗？那你走吧。真的不可能了吗？贺锦熙，磨磨蹭蹭干嘛呢？赶紧收拾东西，一会儿出发了。要不然我们不去了吧？你说什么呢？本少爷好不容易抽出时间陪你出去玩，你还说不去了？我不太想去。行啊，不去可以，给我一个不去的理由。那你孤男寡女的出去旅游多不方便啊！什么？我们可是合法夫妻，孤男寡女。反正我就是不想去，要去你自己去。贺锦熙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我好好的想跟你培养感情，你这么不配合，是不是想离婚啊？赶紧，老婆拿上，下楼。顾总今天没来呀？哦，是啊，不知道今儿又去哪儿玩了。唉，幸好平常公司有您在，要不然公司有什么事儿，我都不知道该找谁。别乱说话。公司这么大，每个部门都有专人负责，除非有重大的决策，才需要顾总来决定。所以顾总在不在，也不算什么大事。唉，话虽然是这么说，可我还是觉得顾总太不把公司当回事儿了。你呀，公司人多嘴杂，这些话说给我听听也就算了，平常小心说话啊。贺锦熙，别睡了，赶紧睁开眼看看窗外的风景吧。很不错的。不错。哼，让你出来你还不愿意，现在是不是觉得听我的才是最正确的选择？我还是觉得在家里待着比较好。陈哥真的和他老婆旅游去了？可不是嘛，人家顾西城现在对那个女人可上心了。那是好事儿啊！在我们乡下，男人啊，要是没结婚，怎么玩都行；男人要是结婚了，那就得收心了。猛丽啊，哥提醒你多少回了，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要老提你们乡下，好吗 ？Jesus Christ！ 不过这趟回来，就知道事情可以成不成了。One beer's just right, two's too many, three's not enough, and four is plenty, girl. It's something you should know. I got over you a couple of beers ago. Well, you left me standing at the church
怎么了？车没油了。顾西城，你出来自驾游，车不加油的吗？这些事不是我该考虑的。再说了，我怎么知道这山里连加油站都没有啊？那你既然知道要开到山里来，出来之前就应该把油加满呢。出来的时候油是满的呀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我去，又怎么了？这山里竟然连信号都没有。走吧，下车看看能不能找到人帮忙。还愣着干嘛呀？走啊！怎么？你问我，我问谁？哎，那边好像有人家，走吧，我们过去看看，能不能找人帮忙。老夫人，您是在担心少爷和少夫人吧？是啊，也不知道这小两口啊，现在到哪儿了。嗨，少爷这方面的经验可能少一点，但您放心，不是还有少夫人吗？是啊，锦溪啊，倒是个让人放心的孩子。啊，您喝茶。什么意思啊？打雷了！哎呀，下雨了，怎么办？跑！哎，哦，下雨喽！哇呼，下雨了！耶！好，再见。张副总，怎么样？刚才面试了几个，这个学历和工作能力还行，就是颜值差点。哎，你说顾总也是啊，只要能胜任工作不就行了吗？非得要求那么高颜值干什么？哎，再看看吧。行，哎，要不这样吧，常副总，你也坐一会儿，亲自感受一下。好，来下一个。大爷，太感谢您了，要不是您收留我们，我们可能就要在山里过夜了。这山里条件差，不像城里，蚊子又多，可委屈你们了。谢谢啊。你们聊啊，我先进去看看。换好衣服了？对啊，我们俩今天运气真的很不错，要不是碰到这么好心的一个人家，今天晚上还不知道要怎么样呢。来，你们淋了雨，喝碗姜汤，去寒气。谢谢大妈。谢谢，你们歇着啊，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啊。谢谢你了。哎，好。喝点姜汤吧，淋了一天雨了，小心感冒。怎么了？顾大少养尊处优惯了，没待过这么差的环境，喝不下去吧？
不是，我记得我父母亲去世的那天，也是下着大雨，我淋了雨，奶奶也煮了一碗姜汤给我喝。I would love to have the chance, and I'm looking forward to our cooperation. Thank you. OK， 南宫小姐，我们一定会认真考虑。今天的面试呢，就到此结束了。你看看你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？如果没有的话呢，我们会在3到5个工作日内通知你面试结果。我没有什么问题了，今天辛苦了。再见。再会。这个还不错。下一个。大妈，这是干干净净的，我才洗过的。平时是我闺女用的，她在县里打工，用吧啊，放心用。不是，干干净净。大妈，您能收留我们已经很感谢了。那你这样弄得多不好意思啊！哎呦，看你说的，你们是客人，咱家这个条件也就这样了，别嫌弃才是。没有，你们小两口啊，早点休息，明天呢有什么事儿再说。好，再见。我先走了啊，谢谢。哎，好好好，歇着啊。哎呀，行了，磨叽什么呢？睡觉了。我睡左边，男左女右，老规矩。别想了，睡觉了。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司徒明天早上会来接我们的。磨叽什么呢你？快睡。看什么呢？关灯。哎，我说老头子，你这么晚还出去啊你啊？嘘，小点声，这俩孩子都睡了。我去老三家找他看看，能不能给咱闺女借点学费钱。我说，哎，要不咱就别让闺女来了。胡说，这怎么行呢？这闺女争气，考上了大学，我们家祖宗3代有上大学的吗？你别管了啊，你早点睡吧。哎，你当心点啊，早点回来啊。哎呀，小伙子，大爷，这要走啊？是啊，我们该出发了。谢谢您和大妈的招待。哎，可不敢这么说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顺着我手指的这条路啊，一直走，到前面就能看见大路了。不过这路不大好走，你们可得当心啊，路也得滑。行，您放心吧。锦溪，你快点儿。来啦！大妈、大爷，回去吧。走吧。哟，欢迎光临。老板，把你们店最好吃的菜，速度最快的，赶紧上一个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们稍等，稍等。哎，来吧。饱了，买单。买单啊！我早上出来的时候把钱都留给大妈了，你有钱你去买吧。老板，刷卡吧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店的小，没有按这个啊。你不会带我出来，现金也不带吧？我带了啊。
那付现啊？那个大爷大妈，他女儿不是要考大学吗？我看他们家条件不好，我走的时候把现金都留给他们了。你也听到了？你以为我睡着了？哎，你们两个谁买的？拿着。老板，这块表少说可以买你们10家店，够买单了吧？哎，你干嘛呀？没钱买单怎么办？我有办法。嘛呢？哪儿呢？乐不思蜀啊！什么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你怎么那么有才呢？啊，一自驾游怎么整得跟《西游记》似的呀？啊！等着啊，大师兄马上过来救你。你知道我到了那家饭店以后，看到他2口子在干什么吗？干什么呀？他在给老板刷碗。什么？刷碗？你刷过没有？谁会刷碗？我也没有刷过。西城，你好样的！你每次都走在时代的前列。哎呦，行了，行，别没完没了的，差不多得了。看来啊，这旅游有风险，自驾需谨慎呐。让你去自驾游，没让你去开荒，好吗？哎，你没事往那深山老林里边跑什么呀？有油吗？有信号吗？能刷卡吗？长点心吧，大哥。哎，不管怎么说啊，顾少这次出行计划是彻底失败了吧？哎，不能叫失败，只能算一次失误。呦。不过我还真没想到，顾大少爷第一次动心思啊，竟然是自己的老婆。对自己的老婆动心怎么了？这越拿不下的，我越有兴趣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要放大招了，大招！少夫人，怎么了，露露？少爷让你去趟花园。他有什么事吗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少爷在花园等着你呢，要不你过去一趟？好。我一直在想啊，我这么强硬的让西城结婚是不是错了？可我不这么逼着他，他永远会混下去的。可事实证明，您做对了。
很好，大家都很喜欢他。你看，就连少爷也和他越来越和谐了。是啊，现在就是希望他们能快点有个孩子，有了孩子，西城就懂事了。我呢，也能放心的把公司的事儿啊交给他手上了。您别着急，小小少爷会有的。哎，您是不是要回房休息了？哎，请。何锦熙，你睡了吗？还没啊。聊会儿天吧。说真的，我真的没有想过我会这么早结婚。还有，刚开始我对你没什么好感，真的。不过这段时间我发现你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就像我奶奶说的一样，你是个好女孩，所以我不想逼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儿。但是毕竟我们结婚了，我们以后还要生活在一起，所以我想，我们还是从男女朋友开始做起吧。你说呢？时间不早了，早点睡吧。晚安。晚安。你新买了一个包啊？对呀，LV 的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大牌子哪有不好看的？多少钱买的？男朋友送的，要是我自己买啊，我可舍不得。顾总，啊，顾总好。走。不过这段时间我发现你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就像我奶奶说的一样，你是个好女孩。我想，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男女朋友做起？我只是想提醒你，在我回去之前，看好顾西城。你如果跟他发生了什么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安安，进来一下。进。顾总，有什么吩咐？我记得我们集团曾经要收购一个品牌，叫阿琳。啊，对的，阿琳品牌是专门做国际奢侈品箱包的。但是由于他们提出的价格比咱们公司的预算高出了10%，所以呢，李理事他们不太赞同收购这个品牌。你打给他们的负责人，就说他们的价格我同意了。什么？这，顾总，他们提出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，理事们肯定不会同意的。要不您再考虑考虑。不用管他们的意见，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出了事我负责。OK？ OK。妍希，你那工作啊真是好，时间悠闲吧，还能赚钱。我看你气色都好多了呢。没有，就是这份工作呢，休息的时间比较多。像这样既轻松又能赚钱的活，换成我啊，我也一定去。哎。下次你们公司招人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肯定去。我都不知道自己能干到哪天呢，说不定啊，哪天我就失业了。暂时的，我说呢。不过妍希，你得早点做打算哦。
我心里有数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被人包了？去你才被人包了呢！老夫人啊，虽说集团平时的事儿是由西城做主，可是这回这么大的事儿，他也不和我们理事商量，自己就决定了。明明在价格上还有商量的余地，可结果呢，他这一出手就比预算多出了10%的价格呀。老夫人，说句话，您别不爱听啊。你不能再这么纵容西城了，否则我们……老李啊，你别这么激动。收购阿里品牌的事儿，那是集团早就做出的计划。西城只不过是在价格上面提了一提，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你看，你急的。老夫人，你也太惯着西城了。李叔，您来了。西城啊，你李叔来啊，就是想问问你，收购阿里品牌的事儿。你收购的价格，比我们预期的价格可是高出了10%。原来李叔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，其实也没多大的事儿。对方呢一直压着价格，就算我们再僵持下去，他也不会降低价格了。再说了，这10%也没多少钱。以这个品牌在国内的升值空间来讲，这钱很快就会赚回来的。哎呀，可是超出去那一部分不是小数目啊，西城。李叔，您年纪大了，今时不同往日，很多东西跟你们当年不一样，很多东西要做就得立刻做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奶奶，我有点累了，我上楼休息了。老夫人，你看见了吧？根本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，嫌我们老了。别气了，孩子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，年纪大了生不得气。锦溪，哎，你回来啦？走，跟我去个地方。走啊！你喜欢什么随便拿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品牌所有的店都被我们集团收购了，所以你想要什么就拿什么。你就是要这家店，我都可以给你。哎，贺锦溪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这些不都是你们女孩子喜欢的东西吗？我送给你，你还不要？顾西城，你太搞笑了。这女的是谁啊？不知道。贺锦溪，听说顾少爷已经结婚了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女的。哎呀，管他是不是呢，反正顾少爷都说了要把整家店都送给他，还说了店里的东西随便他挑呢，可真是大手笔啊。是的。贺锦溪，
你真不识好歹，等着吧，顾西城早晚是我的。顾少怎么不来啊？人家没有时间啦。顾少现在跟我们在一起玩的次数是越来越少。他现在就是天天想着怎么去哄老婆，跟我们不一样的，好吗？我还没见过他这个样子。贺锦熙，你站住！贺锦熙，你站住！你什么意思？顾西城，应该是我问你，你什么意思吧？什么我什么意思？我好心送你礼物，你不要还给我甩脸色，你什么意思？送礼物起码要看对方喜欢的是什么东西吧。顾西城，你刚才在干什么？你是在用钱砸，你知道吗？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这么说，你不喜欢？我不喜欢，我特别不喜欢。哎，你们女人不就是喜欢这些东西吗？啊！这是谁告诉你女人都喜欢这些东西的？以前所有的女人都让我给她们买包买礼物，你们女人不就这点爱好吗？那是她们，不是我。好，那是我错了，行吧？我现在知道你是好意了，是我反应太激烈了，对不起。那你喜欢什么？我送给你。你真的想送给我礼物？那你送我1天时间吧，日期你来选，但是那天做什么要由我来安排，怎么样？好，一言为定。骗人的是小狗。小狗骗人。进来。常总。这是顾总让我交给您的。常总。您还好吧？哦，我没事。公司刚完成收购，抽走了集团一大部分的流动资金，我怕对集团以后的运营会产生影响，所以头有点疼。你说这顾总也真是的，说收购就收购，让大家一点准备都没有。就因为这件事儿啊，所有人都弄得手忙脚乱。好了，你先回去吧，人家看完以后通知你来取。贺锦熙，哎，看看这些够吗？你这是干嘛呀？我看你挑来挑去那么麻烦，超市里的东西不都一样吗？我全买了还不行吗？你这是在扫货架好不好？你选的这些东西用不到的。这不都一样吗？说好今天都听我的，现在就想反悔了是不是？行，听你的，你说了算。好了，那我这边东西选的差不多了，我要去图书区看一下。哎，那这些东西呢？放回原处啊。我放啊？不然呢？老方啊，今天他们小两口都不在家，让露露呢随便弄点什么东西就行了，别弄复杂了。啊，是，老夫人，
最近少爷跟少夫人的关系越来越好了，少爷都不怎么出去玩了。是啊，还是得找时间带着几期出去玩玩。他是比以前啊懂事多了。照这么看来呀，不久就会传出喜讯了。让他们多多培养感情吧。哦，你带我就几个人，我想打打牌了。好嘞。哎，好，哎，好。这段时间有事情，想没想我啊？那要不要吃好吃的？你还想吃什么？这是公司前几天新招聘的人员名单，麻烦您给顾总看一下。顾总现在不在，回头我就交给他。哦，好，麻烦了。您客气了，方经理慢走啊。以前都是小苏一个人来这里，没见过你吗？小苏？我也是第一次来，但是今天陪她来之后，还让我挺意外的。小苏是个好女孩，她上学的时候就到我们这儿来帮忙了，给我们小朋友买吃的、买学习用品，我们大家都喜欢她。哎，不过好一阵子没过来了，原来她是去谈恋爱了。她前一段时间比较忙。但是从今天之后，我都会陪他来的。那就好，那我们的小朋友一定很高兴。哎，你看，他和小朋友玩得多开心啊，小苏。小伙子啊，小苏是好女孩啊，你可得好好把握，要不然那就是你的损失了。院长，您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珍惜的。你记住了，关于顾西城的一切你都要向我汇报，尤其是他身边新出现的女人。苏小姐，是我。上次跟您说的人事名单现在已经报上来了，新来的人有王丽叶、胡敏、南宫琉璃。什么？南宫琉璃？对，南宫琉璃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帮我盯着点，有什么情况立刻跟我汇报。这个南宫琉璃还真是阴魂不散。顾西城，你今天总看我干什么？突然发现，你跟其他女人真的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我就是个普通人呢。我问你，为什么院长叫你苏小姐，而不是贺小姐？我最开始来的时候，不太好意思说自己姓什么，就随口说自己姓苏。
哦，原来是做好事不留名啊。那你以后去的时候，我陪你去。顾西城，你以后还愿意来啊？对啊。顾西城，敢不敢跟我比赛啊？有什么不敢的？比赛开始啦！我让你100米。有那么多的人来了又去了，那么多缘分相聚又散掉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胡闹，才换来如今的回忆，可舍不掉。喂，思仁熙，现在顾西辰身边有一个女人叫做南宫琉璃，你想办法给她弄走。南宫琉璃，他是谁呀？为什么要把他赶走？她是公司新招的一批新人。可是我又不认识他，我怎么能……锦溪，那个没什么事的话，就我们改天再联系。啊，拜拜。谁的电话？一个朋友。吃饭了？顾西城，我来了。贺锦熙这是给我出了个难题啊！我能怎么办呀？人家是在公司，我能做什么呢？真是。锦溪，我走了。哎，顾西城。怎么了？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是想说，今天晚上我准备自己做点菜，请你和奶奶尝尝。好啊，那我早点回来。好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拜拜。南宫，以后这个就是你的位置。来，大家把手上放下啊！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事，南宫琉璃，大家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南宫琉璃，今后和大家就是同事了，还请各位多多指教。不错。这次的方案做得不错，看来是用心了。对了，公司缺的人手招到了吗？是的，新招了一批员工，要不要让他们本人过来您看一下？不用了，招到人就行了。这次的发布会，你们辛苦一下，也顺便看看这一批新人的能力。好的，忙去吧。我去，嘿，哇塞，没谁了。一个赛一个了啊！听说有几个还不错，反正都是人事的事儿，能招到就行。你这叫什么话？不是你下的命令吗？必须要招美女。那是以前，今时不同往日。再说了，美不美，那又能怎样？小嫂子给你吃药了吧？把你弄得那么的清心寡欲啊！哼哼，哎，突然觉得他还挺有意思的。来真啊 ？So what？ 哎呀妈呀，这消息太震撼了！顾西城，今天晚上必须请哥几个吃饭呐，庆祝你找到真爱。
Sorry， 今天晚上我没有时间，锦溪亲自做饭，我要回家吃饭。在咱们公司啊，福利都很棒，有很多员工啊都待了好长时间了。王姐、丽姐，这是谁呀？怎么平常没见在我们部门出现过？刚过去那个啊，哎，他和咱们这些普通员工可不太一样，那是顾总裁身边的人，没看人家连正眼都没瞧咱们一眼。他叫陆安安，是总裁的助理，平时跟咱们也没什么交集。哎呀，不就是个助理吗？也不是很漂亮。哎，我说琉璃，你可比她漂亮多了。就是，而且还有能力。经理对你的设计稿还赞不绝口呢。哪有啊，我就是个新人。王姐、丽姐，你们工作经验比较丰富，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学习。要不这样，晚上我请你们吃饭。好啊。奶奶，哎，您来尝尝这个猪肚汤。我煲了一下午了。哦，如果您要觉得有什么意见的话，就跟我说，我一定改正。好，我尝尝。怎么样？味道真香。是吗？很一般呐。啊，不怎么样啊。锦溪啊，别听他的，这汤的味道比外面馆子店里做的味道香多了。我好久没有喝到这么纯正的猪肚汤了。奶奶，你喜欢就好。您要是喜欢呀，我以后经常做给您喝。好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不做给我喝了呗？你刚刚不是说觉得味道一般吗？味道一般就不要喝了。一般，我也得想喝呀。算了，味道一般就不要难为自己了。来，吃个鸡爪。哎，我这是猪肚汤，怎么能放鸡爪子呢？觉得味道不好，给你添点调料呗。你试。我再给你加个虾啊！你太过分了！哎呦，好喝呢，对吧？啊，讨厌。常副总，你也加班啊？对呀，发布会马上就要召开了，这2天都在加班。你也是在忙这个？啊，我刚来，对很多都不熟悉，希望自己能帮得上忙。别太晚了，这个点儿女孩子一个人走路不安全，早点回去吧。再说了，咱们的顾总可不会因为你加班就给你加班费呀！啊。好的，那您先回去，等我这点忙完，我就回家。怎么办？我应该怎么才能赶走那个南宫琉璃呢？就算是让顾西城每天尽量早点回家，好像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吧。那个南宫琉璃是什么人呢？为什么贺锦熙一定要让我赶走他呢？经理，这次发布会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准备的呀？这次发布会圆满成功！太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没有白费。咱们啊，这段时间的功夫都没有白费。我们倒还好，倒是南宫这几天一直忙着辛苦加班呢。哎呦，可不是嘛！南宫工作能力这么强，长得还这么漂亮，这次人事啊可算是慧眼识珠，给咱们找到个这么好的。这次发布会的成功，南宫
居功至伟，恭喜恭喜！经理、王姐、李姐，你们都别夸我，这次功劳不是我自己的，是大家的。好了好了，我听常副总说，这次发布会成功之后，他会跟顾总商量商量，咱们全面调薪。哎呦，可算了吧，谁知道顾总怎么想的呀？我听说人事可提过好几次了，从来没成功过。那得，咱们不说这个，今天晚上我请客，你们好好想想，你想吃什么，好不好？好。